作為扎根香港過百年嘅能源企業，煤氣公司秉持環保創新嘅理念，為市民提供安全可靠嘅潔淨能源，並透過各項智慧方案，與你我攜手共建環保社區。同樣作為有社會承擔嘅企業，煤氣公司夥拍位於跑馬地嘅希雲居，運用專業知識提供顧問服務，聯手建立香港高端長者社區。希雲居糅合優質生活與專業照顧，以醫社合一嘅創新模式，締造精緻優越嘅居家安老生活享受。從晨光開始嘅泡茶品茗，到環球美讚嘅薈萃呈現，希雲居都悉心為住客打造多姿多彩嘅生活樂章，為住客送上全天候社區支援，以關愛滿足住客嘅身心社靈，譜寫豐盛愜意嘅頤養時光。作為專業顧問，煤氣公司為希雲居度身設計廚房方案，提供安全可靠嘅明火爐具，輸送高效能、穩定及潔淨嘅能源，唔單止提升煮食效率，更有助營運達至環保與成本效益。除咗為餐飲提供潔淨能源爐具，煤氣公司亦為希雲居提供唔同嘅燃氣方案，例如引入熱水型抽濕系統，為更衣室同室內泳池有效控制濕度。抽濕系統採用先進嘅抽濕輪技術，將空氣中多餘嘅水分直接抽走，不但提升室內空氣質素，更可降低空調系統負荷，達至節能環保效果。此技術更廣泛應用於醫院、甲級寫字樓及酒店項目，確保每一個空間都能提供舒適嘅環境。浴室嘅設計配備淋浴間及適老化按摩浴缸，並內置座位及側門設計，搭配恆溫熱水系統，為住客提供安全舒適嘅專上沐浴體驗。煤氣公司所提供嘅 Blue Flame N-Pack 商用煤氣熱水系統，配合靈活多變嘅安裝方案，於室內外都能簡單接駁，為希雲居提供穩定嘅熱水來源，確保住客享有源源不絕嘅熱水供應。專業嘅家居清潔及洗衣服務，從日常衣物到寢具用品，都能保持潔淨如新，讓住客享受舒適嘅生活。先進嘅煤氣乾衣機不但快速高效完成乾衣，更能有效消毒殺菌，保持衣物柔順不變形，讓希雲居嘅住客享受便捷舒適嘅專業級乾衣服務。煤氣公司因應客戶需要，為客戶獨身制定燃氣方案，提供多樣化嘅燃氣設備，涵蓋日常生活起居各個層面。我哋希望以我哋專業嘅實力同優質服務，為安老院舍及社福機構提供全方位嘅智慧能源生活體驗，進一步構建綠色社區，履行企業社會責任，為香港嘅安老及環保事業貢獻我哋嘅力量。經悉心設計嘅綠化景觀，設有空中花園，讓住客坐擁馬場美景，享受愜意戶外生活。花園配置時尚煤氣暖燈，灑下溫柔暖意，即使冬日寒風撲面，亦能將戶外空間化作溫馨休憩天地，讓住客喺翠綠庭園中呼吸清新空氣，享受寧靜美好時光。希雲居真是人情溫度，跨專業匠心建構充滿關愛嘅生活空間，由日常所需到休閒日趣，結合煤氣公司嘅智慧能源，細意提升每個生活細節嘅幸福感，讓關懷滲透每個角落，為生命添上暖意溫情。煤氣公司與社會各界並肩前行，推動節能減排，守護環境，為可持續發展播下希望種子。讓我哋攜手探索綠色生活，共建充滿活力嘅智慧環保家園。